大家好，我係演員 Steven 何啟南。嗱，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咧，我都係一個拍咗幾十年戲嘅老戲骨啦。咁但係其實係為咗揾食，我都曾經放下我演員嘅身段，走去賣二手車、賣保險。但係兜兜轉轉，我發覺我始終都係想做翻演員。為咗平衡我呢個夢想帶嚟嘅不穩定，我嘗試去學做投資。就係因為咁，我遇到我嘅恩師 K.O. Sir。嗱，老實講，我初頭係因為佢嗰套喺任何情況都可以賺到錢嘅程式先去上堂嘅，但係之後我發覺佢授人以漁嗰套教學理念先至係最寶貴。K.O. Sir 唔單止教我哋點樣用呢一套程式，佢仲會同我哋拆解市場嘅邏輯，教我哋點樣分析市場嘅市況，微調程式裏邊嘅參數設定，將程式嘅威力發揮到極致。我親眼見住好多同學就係靠佢教嘅技巧同獨家程式，一次又一次咁樣戰勝市場嘅大風大浪。有唔少人甚至已經賺到人生第一個100萬、1000萬。我再諗翻，原來學過同未學過個眼界係爭咁遠嘅。原來投資係要學嘅，原來真係有得學。所以我真心推薦 K.O. Sir 呢一套課程俾大家。因為你哋得到嘅唔只係一個程式，而係一套真正屬於你，可以建立穩定被動收入嘅投資智慧。